哪来钱？这些都是直播节目赚的。哥，我们之前误会小鱼了，其实他一直想尽办法筹集经费。你看，这些也够一阵子了。小鱼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哎呀，不对呀，这样太卑微了。哎，听说你当网红是为了给跳水队筹钱啊？哎呀，也不行啊，太生硬了。小鱼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不对，对不起。有人吗？没了，没人了，整个跳水馆可就是我的了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哇！嘿嘿，耶！小鱼，你疯了吧？快上来！我怎么睡着了？本来要留下来训练的。凌空，你也是留下来训练的吗？他竟然可以在水里正常呼吸，哎，难道他真的是一条人鱼？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要什么？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能在陆地上生活的鱼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鱼生活在水里，它怎么能在陆地上生活？
我是英兰跳水队的唐少，唐少的唐，唐少的少。大家好，我叫荣仔。哇，小鱼姐姐，你真的是人气爆棚啊！一上来就有网友送礼物，还是辆兰博基尼呢。哇塞！不用送，不用送，不用那么客气的。我看到有人问你，小鱼最近有没有认真训练？当然有啊，我每天都有认真训练的。小鱼姐姐，我可以去跳水馆一睹你跳水的风采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严肃的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来跳水馆，这样啊会严重影响我们训练的。拜托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训练时间？我一定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们。小鱼姐姐，他们问你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喜欢是什么？喜欢。那我换一种问法吧，就是男生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最吸引你？什么样的特质啊？我觉得他应该很霸气，遇到事情不服输，特别执着，永不言弃的男孩子。哎，唐少，他们说你长得像男孩。你滚！哎，那个宝宝又送兰博基尼啦！宝宝是谁啊？这么有钱？哎，真的不用送，快别送了，别送礼物了。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凌空大少爷多帅啊，喜欢他的人多着呢。哎呀，海底世界的鱼好可爱，好漂亮哦。可爱什么？冷血动物。可是我们小鱼是有血有肉的，不是冷血动物哦。对啊，笨蛋，那是它没现原形。你想想，它要是有一条鱼尾，咦，是美人鱼哎！电视里面的美人鱼多美，银色的鱼尾好漂亮啊。笨，那是电视剧，又不是真的。如果是鱼头人身呢？不，不要！咦，好恶心！本少爷怎么会喜欢那条鱼呢？就是啊。我喜欢的是智雅，不是一条鱼。哎，小鱼，智雅，智雅，好了，智雅一脸不开心的样子。你去找你的网红女朋友小鱼啊，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跟她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自己看看吧，网上写什么？没错，我跟这位傲慢自大的男生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对呀，智雅可一直都是我的女神，是我唯一表白过的女生。智雅，你看你最近训练的都累瘦了，回头啊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唐少，你昨天和小鱼去哪儿了呀？昨天晚上
跟小鱼去霓虹酒吧了呀。小鱼现在火了，老板让他回去参加活动。现在小鱼赚的钱，明天每个人可以炸鸡腿儿。怎么啦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这女孩一看就是个坏女孩，不是她把小鱼带坏了吧？物以类聚，看上去挺清纯的，实际上根本就是另一回事。什么？说我是不良少女？怎么这样？小雨，我看你还能生气多久？欧阳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网上那个新闻是假的，能不能请你帮我澄清一下？为什么要澄清？越有话题，你才越红呀。喂，喂，哎呀，现在粉丝真奇怪，前几天还说我清纯可爱，现在又说我私生活混乱。唐少，对不起啊，还连累了你。哎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的，就让它过去就好。没事。糖糖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我周末回去找你吗？糖糖，你老实跟妈说，新闻里那个不良少女是不是你？我就是陪同学去酒吧演出，我没有夜不归宿。你为什么要去酒吧那种地方啊？你不去，别人能拍到你吗？你看看你现在穿的什么样子？难道你每个星期回家，你都是骗妈妈的？我不是要故意骗你的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平时的样子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你只要好好学习就够了。妈妈做保洁当保姆这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你呀。你爸爸现在又不在，你能不能争口气呀？妈，你就是因为太温柔、太贤惠、太软弱了，所以我爸他才会抛弃你。我不想像你一样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等一下，这个你拿着。这，哎，昨天直播的时候又有人送兰博基尼了。我才不喜欢呢！你怎么吃都不胖啊，真是。唐少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训练要迟到喽！你的钱还给你。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哎呀，你不要生气嘛！我是看你妈妈赚钱太辛苦，我把我直播的一半的钱分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生活费了。我们家穷怎么了？穷也用不着你的钱。唐少，你伤到他的自尊心了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，唐少的软肋
就是他的家庭。你别看他平时那么强悍，其实他的内心是很脆弱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本来找你，是想告诉你，我们换了新的教练，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训练了。可没想到，刚刚到处找不到你。荣仔告诉我，你可能在这边，所以我就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你还真在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我能先坐下吗？唐少，这个周末我们 happy 一下怎么样？办个 party， 去野餐。你想干什么？放松一下。现在的训练氛围太紧张了。我状态很好，就不去了。凌晨说的没错，训练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要学会劳逸结合。你看看你们今天的训练，都像上了发条一样。这个周末大家就休息一下吧。小鱼，给你这个。真好吃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小吃货，今天怎么没胃口了？没事，我喝这个。凌晨，你说为什么本来很熟悉、很亲近的人，会因为一件事情，突然就变得疏远了呢？每个人都会跟朋友闹矛盾的，但实际上，闹矛盾的两个人都是在意对方的，否则也不会一直耿耿于怀。所以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迈出第一步，这样才能有和好的可能性。对啊。快去吧，朋友之间哪有解不开的结？谢谢。
唐少。陈教练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刚刚荣仔有事找你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小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陈教练，有什么话跟我说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叫我陈天。陈天，你先放开我。小雨，我知道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？对，真实身份。我们是同类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你现在还不清楚，你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需要我的保护。陈教练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有话跟小鱼说。陈教练，作为我们的老师，我尊敬你，但是女生说不愿意的时候，那就是不愿意。你不要再纠缠小鱼了，好不好？小鱼，小鱼。小鱼，小鱼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跑出来干嘛？没事就好。那个，对不起。什么？那天在食堂，我不是故意那么说的。我懂，智雅在你身边，你也不想让你的女神误会嘛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不喜欢。我知道，你不喜欢我跟你有任何瓜葛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离你远远的。小鱼，你听我说，我其实一点都不讨厌你，我只是不喜欢你做直播。但是后来我知道你做直播是为了跳水队，好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那就好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唐少。快，唐少被袭击了！快呀，救唐少！小鱼，你别哭，我还活着呢。我扶你起来。唐少，对不起。糖糖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要不是小鱼跟妈说，妈都不知道你住院了。小鱼，把我妈叫来干嘛呀？让她担心。妈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妈知道了，你是怕妈担心。糖糖，妈想明白了，是妈妈不好。以后你想穿什么你就穿什么，妈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你身上。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活着，
比什么都强。妈妈可不能再失去你了啊！妈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会啊！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，妈。哎，妈知道了啊，乖。对不起了，情况紧急。呸！干嘛呀你？我想拿回龙珠。难道龙珠真的在我身上？如果我帮小鱼找到龙珠还给他的话，那他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？在哪儿呢？你在干嘛？哎，林晨，你帮我摸一摸，看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。我才不要呢！你不是学医的吗？你帮我摸一下，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。不要！老弟，你怕什么？你摸一摸，摸。我不要！摸一摸，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嘛。陈教练，谢谢你救了唐少，我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刚刚梦到你，就见到你了，这简直像梦一样。快吃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说你一直在找一样东西，好像还挺重要的，你找到了吗？那是找没找到？也不算找到，也不算没找到，反正我知道他在谁那里。志雅，上次曝光小鱼那件事儿，你做的简直是大快人心。教训他只是小意思，如果他再不收敛，我就让他好看。干得好！你不知道我们私下里有多讨厌小鱼，每天装傻充愣，简直太装了。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好。凌晨，你也在啊？难道龙珠在凌空身上？他进步如此神速，到底是龙珠赋予的，还是天赋使然？各位看直播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呢就是我们阴兰学院的教室。这些呢就是我可爱的同学们。我是唐少。哎，这么快就有人送东西啦？哇塞！哎，又有人送了，咱们给大家鞠躬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嘘，你小点声。
你看，那个就是凌空对战双人跳水的对手。我过来打探一下虚实。双人跳水是什么？就是考察2个参赛选手搭档的默契度。嘘，他搭档来了。哎呀，宝贝儿来啦！糟了，他们竟然是情侣啊！情侣怎么了？男女选手在动作完成度上是有差异的，但是他们是情侣，有默契度的话，在比赛中有加分的。可是凌空只是一只单身狗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跟凌空搭档，我也没有搭档。你？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们是好朋友，又住在一起那么久了，练跳水的时间也差不多，默契肯定是有的。经过小爷深思熟虑一下，你跟本少爷的实力呢，还是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所以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我这么好的搭档，你还推三阻四的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小鱼挺好的。再说了，你上哪儿找一个会跳水的女孩？不是谁跟你说她是女孩了？我为什么不是女孩了？不是你就是一条……我现在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好搭档。哎，你，这样，搭档选好了吗？没有的话要抓紧喽，因为我已经跟凌空做搭档了。我还以为你会先问我呢。我是先问的你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本少爷的，明天我们就一起训练吧。那合作愉快。愉快，愉快。站住！花还挺漂亮的哈，送我一盘呗。好啊，高雪伦送给你。花语呢是骗子，特别适合你。怎么就骗子了？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这盆黄花夹竹桃，花语是深厚的友情，你配吗？多香啊！哎呀，不就是换了个搭档吗？你至于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？什么叫换了个搭档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不算数啊？我看你根本就是被智雅迷住了，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那是为战术考虑，好吧？智雅跳水比你好多了，跟他在一起我胜率高。跟你呢，万一你拖我后腿怎么办？你以为他跟你搭档就一定是喜欢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吧你！等他比完了就不记得你了。记不记得我，也不用你管。我还不想管呢！你这个不守信用的大骗子！脏不脏啊你？黄花夹竹桃有毒，小心毒死你！要毒也先毒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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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智雅，自从你跟凌空搭档参加腾空之夜的双人挑战，凌空每天呀是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呢。你别瞎说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朋友？凌空追你的事情谁不知道呀？虽然他有时候做事儿挺不靠谱的，但是也算是低配版的高富帅吧。要不你就从了他吧。我和他做搭档纯属战略考虑。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，他父亲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，少不了在背地里帮他运作。我跟他做搭档，我一定会晋级。真没想到你
考虑的这么深啊？我有事想告诉你。怎么？今天陈大教练没时间陪你一起吃饭啊？我有很严肃的事要告诉你。我可不想听你跟陈天那些破事儿。我今天啊，听到智雅跟别人说，她跟你搭档只是为了利用你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啊，只能你好，见不得别人好是吗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智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废话，女人都不简单。你知道啦？女人呢，就好像一本书，像智雅这么高雅的女生，那就是杂志大刊，百看不厌。你连环画看一遍就够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智雅接近你是为了利用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那你浪费我时间。我要吃饭，你走开。哎，拿上你的破水果。再来一杯。你喝这么多，小心一会儿又耍酒疯。醉了才好。小月，你给我，连你也管我？今天的事儿，毕竟你没有证据，凌空不相信你也是情有可原。证据？嗯，没错，我要是有证据了，凌空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。小月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李教练，林智雅同学，久仰大名，你好。你好。请坐。我们面试为什么要约在这里啊？跟他说，这次选拔是对外保密的。哦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这次选拔是对外保密的，所以现在不方便让学校知道。先由我呢个别约谈比较优秀的跳水队员，等这次选拔名单确定之后再公开通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来喝茶。啊好。招聘临时演员，男性，年龄在35岁至45岁，身体健壮，有运动基础。这样能行吗？智雅那么聪明，会那么容易上当吗？放心吧，在欲望面前，一切智慧都没有用。哎呦呦，这句话说的挺深刻啊，在哪里学的？不理我。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如果能加入国家队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为组织争光。不过，现在有个小小的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你的比赛规划，听说你参加了一个腾空之约，好像还晋级到了双人挑战赛。是的，我的搭档是英兰校董林志轩的儿子凌空，有他在，我稳操胜券。这就麻烦了。我们队里其他队员也参加了这个比赛，而且这次非职业选拔赛就是给他们找搭档。既然你这个双人搭档已经只要能加入国家队，我可以更换搭档的。不过我好像听说，
你和搭档是情侣？不，您误会了，他只是在追我，我没有答应他。以他的水平，还不配跟我做搭档，更不可能是情侣。我只是利用他通过这轮比赛而已，我跟他根本没可能的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导演。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？好久没看你笑了。没什么。你最近训练怎么样？当然是稳步上升了。跟你搭档，我总不能掉链子吧？凌空，其实我有话对你说。什么？你们两个来这干嘛呀？跳水馆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凭什么我们不能来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又是来挑拨我跟智雅的关系的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亲密无间，一定会并肩作战到最后的，对不对，智雅？你的搭档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的人呢，自以为被国家跳水队选中，结果一时得意，露出狐狸尾巴。竟然是你搞的鬼！什么国家跳水队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哥，你听小玉把话说完。我可以证明，他全部都是说谎的。我这次可不是空手来的。这个就是证明你真面目的证据。等我把它播放出来，你就全都明白了。小鱼，别难过了。虽然计划失败了，我才不难过呢。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没有撒谎。其实你也不用急着否认，只要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的想法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吗？最美妙的声音？心跳声。看着自己喜欢的人，就算嘴上什么都不说，心脏却不会撒谎。他会用剧烈的跳动，替你说出“我爱你”3个字。要是心脏会说话，就说明你该去看大夫了。不是真的会说话，而是只要你想起对方，就能感觉到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扑通扑通的跳。所以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是因为我喜欢他。难道我真的错怪他了？我可以证明，他全部都是说谎的。我这次可不是空手来的。这个就是证明你真面目的证据。等我把它播放出来，你就全都明白了。被模糊了的视线，失去底线，一点点沉沦，一点点凋谢，害怕却又忍不住。
下的那么缠绵，繁星照亮了水面，闪烁着惊人的依恋，好像失控的烟，彻底丢掉了睡眠。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成瘾的思念。以为能掌控每一个时间点，以为理性可以操作感觉，以为感情都是差不多的情节，以为自己不会轻易坠入深渊，好像失控的天，把雨下的那么缠绵。没错，他也喜欢我，就像我喜欢他一样。惊人的依恋，好像失控的夜，彻底丢掉了。今天穿这么漂亮，我们今天训练什么？之前你一直迁就我的训练方案，不如今天让我听听你的方案如何？好啊，走吧。为什么人类的感情这么复杂？我喜欢他，他却喜欢他。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出事了！老林呢？凌空，您不能进去，老板正在会客。我不能进去？哎，今天我想进去，天王老子都别想拉我！让开！哎，凌空，您不能进去啊！这个事情还是得考虑考虑。沈天，你来干嘛？应该叫陈教练。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阴谋？阴谋？你问问你爸爸吧。再说，我要是想对付你，还需要什么阴谋吗？你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了。好啊，一个来嚼舌根，一个背地里取消我的比赛资格。你们两个配合的挺默契啊。陈教练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，您先请回吧。就因为这点小事儿，你就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父亲？那你就是承认了。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双人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比完赛以后我就能晋级到……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现在截断你的路。等到你晋级更高层次的比赛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除了给我钱，你对我不闻不问。你现在问都不问就否定我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想真心去做一件事情。还不是为了扬名泡妞吗？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凭什么否定我？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只有在跳水里面，我才能找到自己，找到那个从小就被你忽略的凌空。别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老林，我告诉你，跳水是我的梦想，我不管你反对还是不反对，我都会坚持下去的。凌空，你不能走啊！不要拦着我，凌空，你不能走啊！凌空，哥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是不是又跟爸爸闹矛盾了？从今以后，我跟他断绝关系，这个家你留着。哎，哥，凌空，别冲动啊，有话跟爸爸好好说。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别拦他！老林，我告诉你，我凌空说话算话，一定兑现。凌空，既然你要和凌家断绝关系，那就把凌家的东西给留下，包括那台车。这个破车，我才不稀罕。哎，凌空，不许追！你的比赛资格被取消的事情，爸爸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他能有什么道理？要我说，他就是看我做什么都不顺眼。之前入队选拔的时候，他就不同意我跳水。现在我好不容易参加了腾空之约，他又来搅和。你呢，想当队医，他就忙前忙后的帮你联系。同样是儿子，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或许他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毕竟跳水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。你是凌家的独子，不像我。什么独子养子的？要我说，你更像他亲生儿子。你从小到大有什么梦想，他都支持。我呢，除了给钱，一点关心都没有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从来没想过要跟你抢什么。我知道。哥，我平常吃住都在家里和学校里，所以也没多少现金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现在在家里肯定也很为难，老林肯定防着你接济我。拿着，我不要。我平常又不花什么钱，不像你，这些钱啊，可能不够你以前一顿饭的，但是困难时期，你就先凑合着用。哥，在跳水这件事上，我是站你这边的，能帮的，我一定帮。哎呀，好丰盛，热死了！我开动了，吃。跳水很耗费体力，你就吃这么一点儿，一会儿训练会撑不住的。我减肥。我就说嘛，像你这种富家大少爷，怎么可能会突然跑来食堂吃青菜啊？吃个饭你都不能让人安静会儿吗？小鱼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目测呀是思春晚期。你说什么呢？
我只是在想，凌空是不是还在气我让智雅出丑的事儿？那不还是思春晚期吗？我才没有呢，反弹，反弹无效。唐少，我看这次啊，真的别闹他了，他看起来真的挺苦恼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可苦恼的呀？说不定人家凌空早就原谅你了，好不好？谁说的？刚才在食堂碰见，他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讲。哎，干嘛呀？你俩，走，等我下，快点！哎，我先走啊。餐厅不错，走。哎，那不唐少吗？真是。嗨，嗨，你在这儿干嘛？买东西去了？我啊，买点东西回来。哦，你怎么在我们学校啊？我和我2个同学来这里训练，听说这里有家餐馆特别好吃，我们来试一试。怎么样？你们训练的不错吧？挺好的。你呢？你们要都挺好，那我们得是非常好。开个玩笑，尤其是你们来了新的教练之后，我们得更加努力了。还有你们那个凌空，目中无人，要是到时候我再输给他，多丢人啊，是吧？好是好啊，大家一块努力呗。但是凌空最近……凌空怎么了？进。你们，我就回来拿东西的。你们继续啊，继续啊。哎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你来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，你来干嘛？这是哪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这是赵亮的家，我过来看看。你也住这儿啊？放着好端端的家不住，你脑子进水啦？出去！哎！所以他是被赶出来的？算是吧。凌空他从小养尊处优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这种生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逞什么强啊？要不我帮帮他？凌空的自尊心太强了，如果知道我们帮他，一定面子上挂不住的。可是跳水体力消耗很大，他现在每天都吃那么一点儿，住的肯定也很不习惯。手抬高。凌空，你是不是跟你爸闹翻了？保持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腰挺直，使劲儿。你住在赵亮家里的事情，在学校里都传开了。再来一次。现在是比赛的关键时刻，你现在离家出走，双腿绷直。你爸爸要是不帮你前后打点了怎么办啊？我不需要他帮我。这次闹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他不同意我比赛。绷住。什么？你爸爸不同意你跳水？不过你放心，
再抬。以本少爷的实力，我早晚让老林后悔他的决定。往上抬，保持住。休息。那你继续练吧。哎，这样，不是说好一起训练吗？训练结束以后，我带你去看电影。你想想你以后的生活吧，满脑子都是跳水。你离家出走以后，生活费怎么办？有钱看电影，就不会赖在赵亮家里。我说过，对付你根本就不需要我出手。早晚让你们刮目相看！喂，你站住！跳水很耗费体力的，而且你最近参加腾空之约，又加大了训练量，必须要补充才行。我不需要。我是出于好意，是不希望你为家里的事情影响比赛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我？你敬爱的陈教练和老林串通一气，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。但是，只要我补上手续费，就能继续参赛。你们的阴谋，休想得逞。还有，我不需要你可怜我。我只是想帮他，他也用不着这样吧。我之前说过，自尊心在他看来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看他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可我真的很想帮他。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，过2天就是学费缴费截止日了。爸爸好像并没有给他交学费的打算。难道说他要退学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要退学了，就要离开跳水队，离开跳水队还怎么参加腾空之约啊？是啊，恢复腾空之约比赛名额也要补交手续费，这2笔都不是小数目。你也是林家的人，这笔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我只是林家的养子，爸爸从小对我管教就很严，尤其在钱的问题上，不像凌空那样要多少给多少。而且现在又是凌空离家出走的特殊时期，爸肯定知道我要钱是为了接济凌空，不会给我钱的。来，好，大点，好，擦擦，来。
导演，刚才那个镜头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行，那我去看一下。啊？哦，好的，导演，我知道了。走，谢谢导演。那个丽萨姐，刚才你看那个镜头可以吗？这个镜头我们已经拍了快30遍了。怎么，又想赚快钱又嫌累，那还来做什么替身啊？直接抢银行去得了。那丽萨姐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再给您来一遍，你看行吗？今天就这样吧。其实他已经算是我的跳水替身中不错的了。哎，是。只不过今天表现的不够完美而已。谢谢丽萨姐。那个酬金方面，钱我会让助理打你们卡上。以后有跳水的戏，还会再找你们的。谢谢啊，谢谢丽萨姐。那您慢走啊，慢走，丽萨姐。走了，导演。导演，那我们收工啦！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走吧。来，下一场。我不是说过别来烦我？哥。林晨啊，你来干嘛？爸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回去看看吧。他赶我走那天，声音不是挺洪亮的吗？有什么身体不好的？大夫说是忧思过度，不过问题倒不大。他能忧思谁啊？只要我少在他眼前惹他生气，他一会儿就好了。哥，马上就要收学费了，还有比赛的费用。这张卡里的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如果要是老林给的，你拿过去，我不要。不是，是我自己兼职攒的。知道他也没这么好心。哎呀，哥，收下吧。行，这个钱哥先收下了。等哥回头有钱了，哥再好好补偿你。我才不用你补偿呢！你呀，专心好好比赛吧。我去上课了。怎么样？他收下了没有？放心，他不但收下了，而且一点也没有怀疑钱的来路。太好了！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凌空说，这些钱是你赚的？为了赚钱，你瞧你弄得这一身伤。哎呀，他要知道是我的钱，肯定不会收的。他那么爱面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真是难为你了，为了凌空，付出了这么多。